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事，实在是有够离经。讲马祖至少已经有3礼拜无运补，万不因啊去修正，是要安怎甲人整才好咧？这个外岛马祖的基隆乡有乡亲发现到沙布顶有写抗议的字样，写讲防卫指挥部的伙房无罢。阿兵哥不到腰，只会当食泡面罐头。搁来写讲马祖的阿兵哥主要的菜就是白饭，讲这就是陆军马祖防卫指挥部的阿兵哥所写的。啊，防卫指挥部是来回应讲，确实是因为海象无好，这个肉类的供应无够充足，所以用罐头来代替。啊，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到立法院备询，立委认为部长应该就要亲身到前线去发加菜金来慰问。啊，邱国正是讲吼，会派 C130的运输机来协助，嘛保证这款的状况下摆袂阁发生咯。沙布写几字大字，讲卖罐头，马防部的灶骹煮菜是白饭，甚至讲灶骹拢无肉，巴肚枵，干那食罐头泡面。31字写出马祖官兵的心声。迄时阵各种无使长样，干那会使食罐头。经过自称是马祖阿兵哥的人，讲大家强要挡袂牢啊！马祖是国防部放弃外岛。有没有亲自前往前线去看这个情形，去甚至颁发加菜金如果你不去，我们是不是立委应该要代替你去啊？不然前线这个状况，你亲自去，我看才能够解决啊！你派一个高级的副部长或者说是次长、上将级的过去看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了。可是你如果连船坏了都是理由，这个表示我们的签约的内容是有问题的。粮食会影响到我们军事官兵的生活，还有他们的士气。那弹药的话，影响的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战备了。三军未发，粮草先行，因过马祖上无有3礼拜无运补啊，军心真正浮动，公部要安怎处理较好？先以113洞这运输机来做一个做一个运补。我这边当国防部，我保证以后我们外岛官兵不会再有这种状况，好吧？至于其他的怎么样来强化、来弥补，这我们国防部本来就应该要做的。邱国正强调讲，袂去怪官兵，并且保证袂阁发生类似的代志。马防部嘛澄清讲，这是肉类有较无够，暂时以军用的罐头代替。强调讲，其他食材拢有够，毋是干那白米做主食。不过，这个长年的消息，恐惊已经严重影响到上前线的官兵的心情啊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